讲到家己是毋是随想到野球加鸡肉饭？不过即马家己已经有变化。今仔日暗时7点半，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，就要带大家来看一阵少年人踮街头表演、拍影片、办导览活动，只有外地游客甲在地朋友做伙用无共款的方式，感受家己这个城市的新活力。小城改变这个活动，串联家己市22个景点，提供互民众线索，互因去了解家己这个城市的文化底底。王世恒导演，家己做纪录片、电影调查的经验，设计做游戏。甲为澳门来台湾结婚的友企合作办活动，即届剩60组对影像有兴趣的高人来甲家己，要挑战36点钟找故事拍微电影。阮是影像工作团队嘛，阮咧填调的过程，就是咧诱比猜的过程。我想要成为一个城市的微血管，就想讲吼，我会使甲遮的淤青的所在，人排队的所在，就是我感觉淤青的所在。我会使拍开遐淤青，互遮的人流会使去不同的所在。伫家己市举办的第4届优秀青年节活动内底有表演、有展览，还佫有实景改编游戏。这阵优秀的少年家，因整理遮个老家的历史，甲包装做本岛人的家路，卖出登去甲昭和的时代，甲杂货店甲布具店，拢变做是微型的博物馆，是请侪侪外地游客甲在地人做伙来参与，认捌家己演过的故事。像咱岛的故事，伊嘛是历史的一部分。加起来，按这总督府的标志，咱就会使甲这个故事用和人客足近的距离，含做分享安尼。因为这届是一个实验性的合作，所以阮会甲大家团队个集合起来，来回顾安怎做会更较好。阮希望这会使变成明年一个很好的基础。无看日头唔知道，无流喙手唔知道，无办活动唔知影家己有偌高。家己市相信少年人就是城市的未来，只要互因发挥甲实验的舞台，这个家己的少年家，因会继续无私揣事，做出更较侪好事。记者陈兴德、蔡宪忠综合报道。